好，来继续来看瑞丰甲高东的火车，因为山坡地崩山断线，无法度如期伫后日13号恢复通车。这嘛，互要为台北往回宜兰甲花莲的民众交通受到阻碍。除了火车之外，台北甲花莲嘛会当坐这个无人机，大约50分钟会到。若台北到宜兰呢，会当坐这个客运，沿途阁会来停靠到头城、大溪、宜兰、罗东、苏澳甲南方澳啊。 大面积的土石就安尼直接放落，代替瑞丰到高东的路线目前搁当咧抢修。原本伫13号会使恢复通车，不过北部大工拢直落大雨，互抢修的工程无法度顺利完工。要对北部来回宜兰花莲的民众，除了代替，阁有其他的交通方式会使来选择。 会使选择坐客运、首都客运、统联客运、台北客运、柑仔兰客运拢会使坐。无想要坐车，嘛会使坐回零机。利用航空对台北到花莲时间搁较紧，干那需要50分钟。若是要对台北去宜兰，同款会使坐客运。国光客运、首都客运、大都会客运、柑仔兰客运会停伫头城、大溪、宜兰、罗东、苏澳、南方澳，拢会使带民众到目的地。 代替的帮助，阁需要时间来抢修。客运业者配合解决交通的问题，嘛会加开几班车，希望游客佚佗的好心情袂受影响。